果山林中的医药智慧与自然共生。好，以前老人家用什么植物啊，要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天然的药，都还有记忆哈，然后还有更结合了心理的情绪，还有灵性上面的平衡。这个就是一个有关于那个灵性层面的平衡，就是跟身心的平衡。好，植物相吸呢，它就是长在自然。